香港最大嘅變化，唔係人走咗去深圳，而係香港人第一次有一個夠近、夠方便，可以融入日常生活嘅替代選擇。過去幾十年，香港人好少需要認真比較一個問題：日常生活消費需唔需要跨過邊界去揾替代方案？因為答案太簡單，香港就係香港，你喺度賺錢，喺度生活，喺度消費，貴少少，逼少少，選擇少少。好多消費者以前願意接受，因為替代方案根本唔喺日常生活範圍入面。呢個城市唔需要同自己嘅居民解釋點解一碗麵要賣70蚊，點解週末商場逼到好似罐頭咁，點解做一次普通美容要700-800蚊。但今日呢個答案正在改變，越嚟越多香港家庭發現過關之後唔使1個鐘，另一套生活方式就擺咗喺旁邊，更大嘅空間，更低嘅價錢，更豐富嘅選擇，更年輕化嘅商業場景。於是乎，香港以前好少需要面對嘅問題，第一次更加明顯咁出現。當一個城市需要同隔離城市爭領自己嘅消費者，呢個到底意味住乜嘢？我先講清楚我嘅判斷。我唔認為香港會因此衰落，因為香港嘅金融、法律、國際網絡短期內深圳追唔上。我亦都認為深圳平唔係唯一原因，因為如果只係價格差異，呢個趨勢唔會等到今日先爆發。真正值得討論嘅係更深一層。香港過去喺好多消費領域最大嘅優勢唔係價格，亦都唔只係服務，而係一種消費者默認揀香港嘅心理慣性。呢種慣性嚟自長期累積嘅幾個因素：收入水平、國際品牌、集中、制度信任、交通便利，同埋以前深圳消費場景未成熟。而呢個慣性而家正被重新定價。我舉一個最近喺羅湖見到嘅畫面，一個香港家庭，爸爸媽媽帶住2個小朋友，推住一架幾乎同佢哋一樣高嘅購物車，入面塞滿廚房紙、大包裝零食、家庭裝洗衣液，仲有一整箱檸檬茶。佢哋唔似遊客，冇嗰種東張西望嘅興奮感，而係好熟練咁走位、攞貨、排隊俾錢，然後推住車去旁邊嘅食肆食飯。佢哋嘅動作好熟練，令你覺得呢種跨境消費已經唔似傳統旅遊，更加似日常採購。我相信好多最近去過深圳嘅香港朋友都見過類似畫面。嗰一刻你會意識到呢個已經唔只係消費分流，呢個係成個城市嘅消費者喺度重新定義自己嘅生活半徑。點解會發生呢個變化？好多人第一反應係深圳平，但我認為價格從來唔係最根本嘅原因。香港同深圳嘅價格差距唔係今日先有，10年前、15年前，深圳嘅嘢都平過香港。但嗰陣時，香港人去深圳係一種旅行，要計劃，要考慮交通，要安排時間。今日呢，手機打開睇下高鐵班次，睇下天氣，搜索下餐廳評價，直接出門。羅湖、福田、深圳灣就好似香港嘅延伸，好似多咗一個唔設防嘅大型生活區。呢個先係關鍵。交通、支付、通關、品牌、信息呢啲嘢同時成熟之後，深圳由一個目的地變成咗香港人嘅附近。而附近呢個詞先係成個故事嘅核心。一個地方係咪你嘅生活圈，唔取決於行政邊界，唔取決於你揸住邊種身份證，而係取決於你要幾耐先到。過去麻唔麻煩，到咗之後有冇你需要嘅嘢。當深圳部分區域逐漸進入香港居民1個鐘左右嘅生活半徑，消費者嘅心理就變咗，你會專登去旅行嘅地方唔一定會成為你嘅生活圈，但一個你覺得過去一下就返到唔使諗太多嘅地方，就會慢慢進入你嘅日常決策。呢度我要展開講一層，
因為呢一層先係成個變化嘅底層邏輯。以前好多城市競爭，其實競爭嘅係目的地。你會唔會去巴黎旅遊？會唔會去東京購物？會唔會去紐約睇展覽？呢個係目的地選擇。但當兩個城市進入1小時生活圈之後，競爭邏輯就完全變咗。佢唔再係邊個更值得專登去一次，而係邊個更容易進入你嘅日常。以前深圳平，但係香港人唔會日日考慮深圳，因為以前跨境有成本、時間成本、交通成本、心理成本。你去深圳，即係你要安排一日，所以價格優勢好難轉化成消費遷移。但今日情況唔同，當跨境變得簡單，消費者嘅大腦會自動重新計過條數。以前嘅問題係我要唔要去深圳，而家嘅問題變成點解我唔去深圳？呢兩個問題睇起嚟只爭幾個字，但背後嘅商業含義完全唔同。第一個問題係旅遊選擇，第二個問題係生活選擇。而商業最驚嘅就係消費者開始重新比較，因為一旦消費者開始比較，以前好多唔使解釋嘅價格，就必須要重新證明自己嘅價值。呢度必須講清楚一個分別，港人北上同以前內地客嚟香港購物，背後嘅消費心理存在明顯差異。以前內地客嚟香港係香港擁有品牌勢能，大家相信香港嘅嘢好正國際化。今日香港人去深圳係因為深圳喺某啲消費場景入面重新定義咗乜嘢叫值得。呢兩個方向代表住完全唔同嘅消費心理。攞超市嚟講，香港人好習慣一個現實貴而且細，普通超市貨架密，通道窄，買多啲就要考慮點樣攞返屋企，車位難揾，人又逼。深圳嘅大型倉儲式超市帶俾香港人嘅衝擊，唔單止係價錢牌少咗幾十蚊，而係一種空間上嘅解放。巨大嘅購物車，寬闊嘅過道，大包裝家庭裝，泊完車可以慢慢行，買完直接推上車。呢種體驗對香港人嚟講係一種稀缺資源。香港最缺嘅就係空間。當一個鐘車程之外嘅深圳可以提供幾萬尺嘅商業空間俾你慢慢行、慢慢揀，消費者買嘅已經唔止係商品，而係一種久違嘅舒服感。再講餐飲，一頓4人火鍋，香港同深圳嘅帳單差異可以好明顯，尤其係需要大量人工、大量食材品類嘅餐飲，譬如牛肉火鍋、海鮮、地方菜、自助餐，喺部分高度依賴人工同空間嘅消費場景。例如大城餐飲收輕服務，兩地價嘅差距可能達到明顯倍數。當香港消費者開始意識到，同樣嘅錢喺深圳可以食到完全唔同級別嘅食材同體驗，嗰種衝擊唔係理性計算，而係情緒化嘅。佢會開始懷疑，點解我要喺度俾呢個價錢？問題唔係香港貴，而係消費者開始覺得有啲消費冇貴出嚟嘅價值。呢句說話好重要。我再講一次，問題唔係香港貴，而係消費者開始覺得有啲消費冇貴出嚟嘅價值。呢度我想再深入一層，因為呢個係全民最重要嘅商業判斷。其實任何一個高成本城市都存在一個問題，貴唔可怕，冇替代先可怕。紐約貴、巴黎貴、東京貴，但消費者仍然願意俾錢，因為佢哋買嘅唔止係商品，佢哋買嘅係體驗、文化、效率、身份感。所以香港真正嘅問題唔係價格比深圳高。如果香港提供嘅係深圳無法複製嘅價值，咁貴唔係問題。問題係以前有啲消費場景價格上漲速度超過咗價值提升速度。消費者以前接受係因為冇比較對象，但當深圳出現之後，比較突然發生咗一杯咖啡、一餐飯、一次美容，消費者唔再只係問貴唔貴，
而會問同樣嘅錢，我總可以得到啲乜嘢？呢個就係競爭帶嚟嘅最大變化。競爭唔係一定要求價格下降，競爭要求嘅係價值透明。以前香港好多商業模式依賴嘅係地理優勢，你喺度生活，所以你喺度消費。但未來香港商業必須由消費者一定要嚟呢度，變成消費者願意嚟呢度。呢兩個商業模式睇起嚟只爭一個字，但結果完全唔同。呢個時候有人會話香港成本高啊，租金貴，人工貴，所以香港餐廳賣得貴係合理嘅。呢個講法冇錯，但問題係消費者理解你嘅成本，唔等於消費者願意幫你俾成本。呢個係商業世界最殘酷嘅地方。你可以喺餐廳門口貼張紙解釋你嘅租金係幾多，但你真係好難說服一個普通家庭放棄深圳嗰餐火鍋。當然，我都要補充一句，高成本只係解釋價格嘅一部分，唔代表所有高掛都有合理性。有啲香港消費貴係因為成本，有啲係因為品牌定位，有啲係因為地段溢價，有啲純粹係因為以前冇競爭。呢幾件事要分開睇，唔可以一鑊熟。服務業就咁明顯，美容、美甲、按摩、飛髮、健身呢啲行業有一個共同點，人工成本佔比極高。香港嘅人工貴，租金貴，所以最終價格一定貴。深圳嘅人工成本結構唔同，租金壓力唔同，所以同樣嘅服務價格可以爭幾倍。但係如果深圳只係平，服務卻粗糙，香港消費者唔會養成習慣。真正令習慣形成嘅係平而且環境唔錯，平而且態度好，平而且選擇多。當呢啲條件疊埋一齊，第一次係覺得新鮮，第二次係發現划算喎，第三次開始你已經習慣咗。我識一個朋友喺香港做行政工作，以前我每個月喺香港做一次美容700幾蚊，仲要遷就時間預約。而家佢固定每個月去深圳一次，美容加美甲加按摩，成個套餐做起嚟比香港單項仲平，而且時間靈活，環境寬敞。佢同我講咗一句說話，令我印象好深。唔係香港唔好，係深圳令我覺得自己終於可以對自己好啲，而唔使內疚。呢句說話背後嘅含義好深。香港以前嗰種高成本已經唔止係價格問題，佢開始影響消費者嘅生活感受。當越嚟越多消費者開始因為價格重新評估消費價值，原有嘅商業邏輯就會受到挑戰。但呢度我要特別強調一點，好多人都忽略咗一個關鍵變量：頻率。如果香港人只係偶爾去深圳旅遊一次，影響有限。真正值得關注嘅係呢種消費行為正在由低頻變成高頻，由1年幾次變成1個月幾次，甚至每個禮拜一次。因為消費係有預算嘅，一個家庭每個月收入係有限嘅。當其中一部分消費預算由香港轉移去深圳，香港本地商戶失去嘅唔係一次交易，而係一部分長期收入。一個消費者改變一次消費地點，睇起嚟影響好細，但當呢種行為由少數人嘅選擇變成大量家庭嘅習慣，相應模式先至可能發生變化。呢個頻率變化比單純嘅人數統計重要得多。可能有人會問，呢個同樓市有乜嘢關係？其實商業變化通常唔係先影響住宅，而係先影響商業地產。呢個鏈條係咁嘅，消費嘅習慣改變，商戶收入下降，租金承受能力下降，商業空間調整，城市體驗變化，一環扣一環。以前香港嘅消費生態建立喺一個好堅固嘅基礎上，高收入支撐高消費，高消費支撐高租金，高租金又反過嚟證明地段價值。呢個係一個閉環，只要你喺呢個閉環入面，價格貴係正常嘅。
但呢個閉環以前建立喺一個基礎上，消費者跨境替代嘅成本較高。今日深圳俾香港消費者提供咗一個以前唔存在嘅替代方案，你可以繼續喺香港賺錢，但週末去深圳使錢。你可以繼續住喺香港，但你嘅消費半徑已經跨過深圳河。你可以繼續熱愛香港，但你嘅消費選擇開始重新排序。呢個就係點解呢次北上潮同以前任何一次都唔同。佢可能唔只係一次短期消費分流，而值得觀察係咪正在形成長期趨勢。因為消費者嘅心理預期變咗，以前香港貴，大家覺得貴得有道理。而家香港貴，大家會問一句：值唔值得？我認為值唔值可能成為未來10年香港商業最重要嘅問題之一。但呢度我要停低講清楚，我唔認為呢個代表香港會輸，因為真正強大嘅城市從來唔係冇競爭。世界上冇一個城市永遠冇競爭。香港以前面對嘅係倫敦、紐約、新加坡等國際城市競爭，未來亦都要面對深圳呢個距離最近聯繫最深嘅城市競爭。問題從來唔在於有冇競爭，而在於呢個城市仲可唔可以創造別人替代唔到嘅價值。香港仍然有深圳無法完全複製嘅嘢，國際金融體系、普通法制度、跨國企業總部網絡、國際學校、高端醫療服務、全球航運同航空連接，呢啲係幾十年累積落嚟嘅結構性優勢，唔係開多幾個大型商場就追得上嘅。所以香港真正需要擔心嘅唔係金融中心被取代，而係嗰啲支撐普通人日常生活嘅消費場景，嗰啲令香港人有歸屬感嘅街頭餐廳、社區美容院、本地零售店，正在被一個更平、更大、選擇更多嘅市場分走。呢度要區嗰分兩個市場，一個係日常消費競爭，一個係城市核心功能競爭。呢兩個唔可以撈埋一齊講。餐飲、零售、美容、親子娛樂屬於日常消費競爭，呢部分香港確實正在面對深圳嘅直接分流，但金融、法律、國際商業、高端專業服務屬於城市核心功能競爭。呢部分香港仍然有深圳短期內無法替代嘅優勢。將呢兩件事分開睇，你先至可以睇清楚香港真正嘅處境。但我想再行前一步，因為未來香港同深圳未必一定係零和競爭。好多人曾疑問深圳會唔會取代香港，但呢個問題本身可能就錯咗，因為兩個城市嘅優勢並唔完全重疊。深圳強喺製造科技、創新、消費場景同城市空間。香港強喺國際連接、金融體系、法律制度同全球資源配置。真正可能發生嘅唔係邊個消滅邊個，而係邊個能夠更有效連接兩種優勢。一個可能嘅發展方向係香港同深圳更多形成互補，而唔係簡單零和競爭。問題在於呢種合作可唔可以真正釋放出嚟？如果香港只係將深圳看成競爭者，就會錯失機會。如果深圳只係希望複製香港，亦都會浪費自己嘅優勢。兩個城市真正嘅價值唔係變成一樣，而係形成互補。日常消費競爭嘅變化可能成為影響星野地產嘅重要因素之一，因為商戶收入減少，承租能力下降，鋪租就有下調壓力。鋪租下調，商鋪估值就會重估。商鋪重估之後，成條街、成個區嘅商業活力亦都可能受到影響。但唔好直接將呢件事等同為香港樓價崩盤，嗰個係另一個邏輯。住宅市場睇嘅係利率、人口、就業同供應；星野地產睇嘅係消費同租金；寫字樓睇嘅係金融同企業唔同資產，面對嘅壓力完全唔一樣。如果你持有香港物業，最危險嘅做法唔係看淡或者看好，
而係將你手上嘅資產當成同一種嘢。真正專業嘅投資者會拆開嚟睇，睇清楚你嘅資產到底依賴邊一種經濟活動。一個喺銅鑼灣持有商鋪嘅人，同埋一個喺太古城持有住宅嘅人，面對嘅係完全唔同嘅風險。一個係消費分流風險，一個係利率同就業風險。呢兩件事唔可以放喺同一個籃裡面討論。對於普通香港家庭嚟講，北上其實係理性嘅。你用香港賺返嚟嘅收入去購買深圳相對低成本嘅消費同服務，呢個係一種跨城市消費優化。你唔使搬家，唔使改變工作，唔使放棄香港，你只係將消費嘅地理位置重新分配咗一下。呢種雙城生活嘅模式會越嚟越普遍。平日香港週末，深圳香港賺錢，深圳消費；香港處理國際事務，深圳享受生活空間。呢個唔係對香港嘅背叛，而係普通喺現實約束下做出嘅理性選擇。但呢個對香港社會本身意味住乜嘢？當一個城市嘅居民開始習慣去另一個城市消費，呢個城市內部嘅商業生態就會慢慢改變。尤其係嗰啲依賴街坊生意嘅中小商戶，以前佢哋只需要守住附近幾棟樓嘅居民，而家呢啲居民週末唔喺香港，去咗深圳食飯購物，呢啲商戶就失去咗最穩定嘅客源。佢哋唔係被大企業打冧，而係被消費者嘅生活習慣改變咗。最應該警惕嘅唔係某個月北上人次增加咗幾多，而係香港人會唔會慢慢形成一種新嘅心理分化。香港更多承擔工作同核心功能，而深圳承擔越嚟越多生活消費功能。如果呢種心理一旦確立，影響嘅就唔止係餐廳，而係成個城市嘅消費活力同商業吸引力。但我都想講另外一面，有人會輸，就有人會贏未來。真正受益嘅可能係嗰啲能夠同時服務香港同深圳兩邊消費者嘅企業。跨境交通會繼續增長，深圳商業會繼續針對香港客群優化跨境支付，同跨境物流會越嚟越成熟。更加重要嘅係，嗰啲熟悉兩地規則，能夠在兩座城市之間靈活配置資源嘅人才會變得非常值錢。未來嘅贏家唔係淨係識做香港生意嘅人，亦都唔係淨係識做深圳生意嘅人，而係嗰啲將兩座城市當成一個市場嚟做嘅人。咁香港應該點做？我嘅睇法係唔好嘗試用減價去同深圳競爭。香港冇可能喺價格上贏過深圳，因為成本結構完全唔同。你叫香港餐廳將價格壓到深圳水平，即係叫老闆蝕錢。香港真正要做嘅係將自己最貴嘅嘢變成最有價值嘅嘢。專業服務、國際化體驗、品牌故事、文化、獨特性、城市記憶，呢啲係深圳目前較難完全複製嘅。香港唔使問點樣變得平，而應該問點解消費者願意為我俾多啲錢？呢個答案先至係香港商業未來嘅方向。我個人認為，港人北上最值得關注嘅唔係深圳分流咗幾多消費，而係香港而家需要更加認真回答一個問題：點解消費者應該留低呢個問題？香港以前幾十年都冇認真回答過，因為唔需要而家需要啦。如果一個城市只能夠靠過去嘅輝煌說服居民消費，咁即係話競爭已經開始改變。城市最危險嘅時刻唔係別人批評佢，而係居民開始習慣另一個選擇。哇！呢句說話聽落有啲重，但我覺得今日香港必須開始面對呢個現實。最後講返你同我，如果你住喺香港，我覺得真正值得思考嘅問題唔係香港會唔會衰落，而係你自己嘅選擇，你嘅工作喺邊度最有競爭力，你嘅消費喺邊度
最值得你嘅資產依賴邊一種經濟模式，你嘅下一代需要掌握邊一個城市嘅機會。呢4個問題比喺網上爭拗香港好定深圳好重要得多，因為未來真正有優勢嘅人唔係只喺香港睇香港嘅人，亦都唔係只喺深圳睇深圳嘅人，而係嗰啲能夠同時理解兩座城市，喺兩座城市之間靈活配置生活嘅人。一個城市嘅變化從來唔會喺某個早上突然宣佈，佢往往發生喺你仲覺得冇乜大不了嘅時候。消費者嘅習慣已經變咗，商戶嘅定價已經變咗，後生仔嘅選擇已經變咗，資本嘅方向都已經變咗。今日我哋見到嘅港人北上，表面上係食飯、購物、做服務，但更深層嘅係一場安靜嘅冇硝煙嘅城市競爭。每一個週末列車一列一列咁開過去，車流一波一波咁過關，冇人宣佈邊個贏邊個輸，但結果已經喺度慢慢形成。一個城市真正需要關注嘅唔係居民去咗隔離城市，而係居民會唔會開始將另一個城市納入自己嘅生活選擇體系。呢句說話我希望你帶返去諗一諗。所以問題留俾你，你上一次去深圳係幾時？你去深圳最常做嘅係邊一件事？係食飯、購物、做服務，定係只係單純因為嗰邊空間大、選擇多、體驗好？你而家仲會唔會主動選擇喺香港消費？你覺得未來10年有乜嘢係只有香港先能夠俾到你嘅？歡迎喺下面留言，我想聽你嘅真實諗法，而唔係網上嗰種簡單嘅香港好定深圳好嘅口號。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啟發，記得點讚。如果你唔想錯過之後關於香港商業、樓市同大灣區機會嘅深度拆解，訂閱呢個頻道，打開小鈴鐺，因為城市嘅變化往往喺大多數人仲沉醉喺過去嘅時候，新嘅生活方式已經靜靜雞開始。我哋下一集繼續拆。